请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活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苗俊义，主管，哦，你早就出门啊？啊，我着经过恁兜啊，先煞来甲你看者。好，主管，来坐。恁老母还阁住伫恁大兄遐，还袂转来是？嘿啊，也袂啦。安尼也好啦，住喺遐有新妇有孙仔，通好风态，老大人较袂无看。主管，那就搁麻烦你啦。找你报道的钱哦，我拢有记起来啦。啊，我今日来，毋是为着这个代志。也无敢要有啥物代志。姚俊义，乌良有甲你联络？无咧。主管，你想讲乌良会来找我？我老实来讲，我惊你会暗唬乌良。乌良伊有足侪案件卡伫身躯顶，假使你嘛要帮助伊脱逃，或者是乌状人犯，这罪是真重。我是事先甲你提醒，你毋通知法犯法。主管，你放心，我今仔行到这款的地步，一半算是乌良害。我甲伊有关系，我无可能讲为着伊来伤害我家己。若是安尼是上好。假使你若有乌良的消息，希望你会当通知我，对你有好无歹。无代志啊，无我先失礼。主管，顺行哦，严起来哈。这老妈无做做想要比做了地啊，想来实在是够悲哀。妈，你拢无食物件，连我心仔底我忘记啦。妈，人警察毋是有讲乌良迄个流氓已经互人通缉吧？根本哦无对伊啦，伊一定真意就会转来啊啦。妈，根本较早毋是常常安尼，有钱就四界耍，无钱哦，伊家己就会转来啊。你毋免烦恼伊啦。这摆无共啊，较早根本哦，就算我买地钱嘛无用头的。伊这回有我爸爸摕遮济钱走，一定不知要创啥。嘿，
是无？你佫有淡薄仔变款咯。啊，就我跋到转来，哪会无咧念哈？阿爸，嗯。你明知影妈妈你烦恼金宝的代志，你敢安尼讲？你真奇怪咧哈！恁爸来讲一句，甲恁要应要甲千句哈？饭煮好未啦？有啦。你做啥咧？哦，佫有泡茶者啊！连起来，哟！无你是起笑是？恁爸昨毋输脚哦，恁心情无好哦。金宝也找袂着，你讲是毋是头跋筊？我伫后壁是安怎做？我是去跋筊无毋对啊，但是我嘛共问讲有看到咱金宝啊无？你当作我无咧找啊？是啦，找啦，一说找到够，找到够啦。你若遮爱跋筊，你还要规跋心胆要创啥？啊，较差不多咧。安尼是你创啥物戏？啊，你透早透夜的大声细声，规间厝内乱吵吵。啊，你敢有趁伊一个假是无？哈？恁老爸伫的时阵，恁感觉安尼，这就是死了尔。啊，你后生心不拢变款啦，成啥物体统？妈，你若要骂，你骂你囝好啦。是我过来恁了解一天，你当倒一天是老母母啊？阿爸较早在世的时阵，为早教暗，受到草菅大叫，大声脏骂，啥人个应该伊那半句啊？就算讲今仔日我后生心父无咧搞乱，但是我一定是假早啦，无是一个假啊！无你是讲啥物啊你啊？你好听，你好大家跑啊！你跑啊！你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！妈，妈，妈，你若走出来啦？啊是啥代志？啊就。无，妈，你等下甲阮阿妹讲话，我送回来好啦，吼。妈，你稍等下哈。来，坐啦，妈来，你遮坐。阿妈，啊是啥物代志吼？无啦，是无啥物代志啦。看恁兄妹仔两个吼，遐尼相好着，是足欣赏的。阿姆，你毋知啦，我兄妹啊吼，嘛是常常冤家，只是你无看到。啊，阿姆，啊你毋是讲住大兄遐袂惯势，要搬转旧厝？想着你想啦，想要搬转去，啊，毋过想讲搬转去，甲住遮，两位拢差不多啦。袂啦，正义吼一定会较有效哩，莫想遐济啦。准伊看到我是会较尊重我，会较友好我。也毋过伊款个性，自细汉到即阵啊，拢无改变。伊甲我都无啥物话讲啊。啊，两个母仔囝住伫同一间厝内面，安尼相对上，啊歹面相看。敢袂安尼？阿妈，哎，小莲，阿姊，啊，当年我缀来要创啥物戏？阿妈，我讲阿爸因无咧冤家啊啦，啊伊叫我带你回去啦。当带我回去是要创啥？啊，好啦，等伊甲恁爸爸讲啦，讲我喊你几时出来一撮，我去甲阿碧来开讲一下，等伊才回去啦。阿妈，啊无，我当遮等你啦，啊咱才做伙回来啦。好啦，随在你啦。阿碧啦，我阿妈，你稍等下。厝内面吼，会乱吵吵，冤家牛多，总讲一句，就是为了金宝安胖钱啦。我敢若一间干那孙尔，今仔会去胖钱，爱出这款代志。阿妈，我
阮爸爸甲我妈妈安尼，我实在是蛮烦恼的。当你查某囡仔敢烦恼什么？讲才你讲，阿妈才是烦恼。我了解啊，这大姑孙尔，万你若有安怎，实在讲，天公伯也是足无保庇咱的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儿仔，儿仔，哦，我伫阿母的房间啦。来，你坐坐。伟生啊，你来啦？嘿啊，你莲花来。莲花来？哇，真久无看到伊安尼。莲花，林兄，哈，真久无看啊！来来来，遐坐遐坐。讲好等下起来，坐啊！那家己的人啊，毋是外人啊，来遐坐遐坐。啊，我吼，就走入阿母的房间，遐甲清清变变啦。像阿母毋过人来吼，啊清清的嘛较好大人好大。我有啥物代志？我想讲吼，要甲乡公所的头路辞掉啦，啊，要专心经营咱这间公司。安尼刚好，食公家的头路是较稳定啦，山期时到还佫会调退休金。那咱的公司，听后这土地若开发了后，到无钱通好趁，咱公司就要改善。若讲以我估计上紧的话啊，也差不多4、5年的时间，安尼你敢算会？我都甲莲花参详过啊，啊伊嘛支持我。你嘛要考虑一下。我已经考虑过，公家的头路虽然较稳定，啊，毋过对我无啥物帮助。我需要搁较有挑战性的工作。恁丈人安怎讲？伊也毋知。我看吼，伊若知，伊绝对袂你死掉这公家的头。只要二兄你会当支持我做公司总经理，安尼我有办法说服伊。咱的工作啊，甲一般的公司的头路吼是差真远啦。若讲要做总经理，实在讲这是有较困难。我有迄个自信。啊，我毋捌的所在，二兄你嘛会当甲我指点啊？这也无好啦。时到因3派人逐家来开会吼，我才提出来讲看。多谢二兄。多谢你啊。但我先甲你讲的吼，时到若真是讲的好势，你若做总经理，你都要好好做。你若做歹，做到人对你不服啊，时到啊，二兄是袂当甲你斗相共。这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甲二兄你漏气。哦，拜托，莫搁当遐想啊！哈，金宝啊，只会甲你摕遐侪钱去哦，伊若开无了袂转来啦。啊，过两天伊若第一地方子，伊就锁转来。困啦困啦。啊，你上拄好。要创啥啦？啥物咧创啥？我今日乖乖拢伫咧厝诶，你敢袂用对我较好势啊？啊！哎呦，你这个人，你奇怪呢？根本一点仔消息都拢无，根本你拢袂烦恼哟。我咧讲哦，根本若是无倒转来哦，你想拢免想啦。你实在吼，安怎？无欢喜上？出去啊，出去无叫啊！下。
注意。帮我紧上，我拍定会调看钱。喂，哦，你啊，100万。哎，即摆厝内无现金呢。无我开迄个现金支票互你好无？哦好，来我随过去。奇怪，以前钱送到二兄的手，伊都拢毋客，即摆哪会向要调钱？伟生啊，是啥代志？二兄要做100万啊！是毋是反悔叫你出100万，啊总经理甲你做？毋是啦，你莫有别讲。本来就是啊，流氓就是流氓啦，有够现实的。你困啦，我想啊济啦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是啊，二兄，我啦。二兄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姐，阿妈，你这吼，机票头先甲签下字。你是相信我袂到？毋是啦，这机票吼出入较麻烦啦，收记录者爱较清楚。兄，你若3更半暝想着要调100万，是要创啥？我啉酒了急用，多谢你。3更半暝，佮半甲你调掉啦，歹势。无你先转休吧，吼。我困到一半走出来，即摆精神纸真好，困袂去啊。无你若袂爱困哦，咱来讨论一下公司的代志啊。我咯，3更半暝，我是。好了，兄，你就你大家讲，我无时间，歹势。老师，你有准备啊？这个兄哥啊？是你啊？兄，有路即摆是通情法呢，你来去甲钱寄予伊啦。即摆搞不出够小够，一定大家好。我顾不你总就安尼做。为啥？你放心，若出啥物代志，我会负责。哎呦，哎呦，啊你平常时毋是拄伫椅仔咧行，歹遮迄个吼，我就想讲骹一定会止力啦，莫互过伊头啊，我行看会行袂，哪会知影搁去崴着。哎呦，你也是拄椅仔行较好啦，咱若无熟度，咱是要叫谁搁烦恼？玉娇啊，你即马做老母的心情吼，我是真了解啦。以前准义啊吼，嘛甲即摆金宝共款，不时都互我咧操烦啦。拄啊开始的时阵吼，若发生代志吼，我就安尼透早透暗，烦恼到袂食袂困的。结果咧，想较开咧吼，迄拢加烦恼的啦，莫操烦遐济啦。金宝啊吼，该在本性凭准义啊较好啦。
即摆是囡仔先较爱耍尔，不一定即阵啊吼，伫台北耍甲欢喜甲要死，咱即阵去操烦啦。免想遐济啦，看较开咧啦。妈，无来做饭啦吼，等路食好较饱，等吉本囡仔转来吼，我毋知道亏了咱个教死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笑笑一句，虽然啦无看破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，我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。